大家好，我是Михайло，我是乌克兰人。今天我有一个问题：第二大战的时候，日本军队进攻了中国南京，那时候他们害死了无数无辜的普通中国百姓。为什么他们这么做？在我看来有几个原因。第一，日本想占领全中国。第二，日本不择手段地追求胜利。第三，中国人保家卫国者抵抗。如今，俄罗斯对乌克兰也是如此。俄罗斯在害普通的乌克兰百姓，是因为第一，俄罗斯想占领全乌克兰；第二，俄罗斯不择手段地追求胜利；第三，乌克兰百姓保家卫国者抵抗。所以，俄罗斯和第二大战时候的日本是一模一样。因此，我根本不明白，到底为什么经历过日本第二大战时候在内心制造灾害的中国人，那么坚持支持和第二大战时候日本一样的俄罗斯。